林好每一间食品厂提供予中高龄就业的机会，已经是77岁的员工啊，要徛伫第一线拼经济。 老花老步听，77岁员工，搁伫咧第一线拼经济，这是好要定一间请高龄者含身心障碍者的食品厂。随小组坏问题哪来那严重，真侪传统产业拢面对欠当危机。18岁就在这边待了，他现在已经77岁了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他在这边我们不会死对他。 他在这边就是很安定。经济合作业者讲，请中高龄含身心障碍员工对企业生产来讲有真侪优点，亲像因做代志一步一脚印，顶真骨力搁袂发险，头家对因做事拢真放心。中高龄有它的稳定性，还有它的职场经验的一个丰富。食品厂请中高龄含身心障碍员工，若打造优先所在，毛解决欠干的危机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